苗圃八福第7課，病得醫治，脫離疾病網羅，醫治湧流。第一天，以弗所書5章29節，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，總是保養顧惜，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。以弗所書5章29節，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，總是保養顧惜，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我感謝讚美你，你是愛我的主。疾病不是你想加在我們身上的，求你赦免我沒有好好愛惜身體，常常疏忽任性，沒有節制，飲食沒有定時，帶來身體虧損。主啊，你是醫治我的神，我願意全心信靠你，我的病必得着醫治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我喜愛自己的身子，總是保養顧惜。我願意遵行神的律例誡命。耶和華是拉法的神，必醫治保護我。阿們。